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Canva Text Effect。與上次介紹好相似，但今次嘅方法可以加到動效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。